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乐乐小虎场，店长伫倒位？蹦蹦蹦！入门的声音足紧急的。叔叔，我是阿婆，紧开门！隔壁阿婆哪会走来啊？叔叔拄开门，隔壁阿婆就正着急讲：“哎呦，叔叔，听讲店长去汤汤山找水源啊！汤汤山顶有带一只红火龙呢。传说讲，伫几啊百年前，红火龙为涂骹底爬出来。”后来唔知影是安怎，成地变甲足雷公性。咱一个店就是为迄时阵开始变甲足小大的。恁阿公一个人上山实在伤危险嘛！哈，原来叔叔的阿公是店长。琪琪正意外，安尼伊即摆一定真危险。心心安尼回，阿公敢会拄着红火龙？乐乐提议讲，大家紧去汤汤山找伊。空空哪带哪讲，咱的红火龙很搞笑。不过大家看到叔叔真烦恼的款，尾啊也是决定上山斗找店长阿公。叔叔，紧甲阮讲，汤汤山要安怎去？好，多谢大家。叔叔带乐乐因到汤汤山，山内的路弯弯弯弯，也有算袂离的分岔路。大家看倒边看正边，四界找人找卡者，试真侪方法，也是唔知影爱行倒一条路。咦，这是毋是拄则有行过啊？敢若是呢。又搁拄着分岔路哦！涂骹嘛无店长阿公的骹只。对啊，咱已经伫山内踅足久啊。噗噜噜雄雄跳起来，等下，咱敢毋是有一堆装备？对呢，咱紧找看卖，看敢有用得到的装备。结果大家伫装备底下找出一台卡梅拉。乐乐摕到卡梅拉，袂负担，一直乌白试。卡梅拉哪会发出警报声？琪琪赶紧把卡梅拉解除警报的气钮试落去。声音坏掉啊！来看卖啊，内底的结果。琪琪，稍等一下。空空惊琪琪把卡梅拉拆掉，赶紧手来做千里镜来看。迄丛树啊，有生一罐葡萄呢，嘿嘿，我想要食。心心接到空空拼落来卡梅拉讲，互我试看卖。阿爸有讲，翕相是爱用心去感受。这个时阵相机叮当一下，敢讲？心心真惊喜，画出通关密语。爬基噜噜，扑噜噜，乐乐小虎场 ，Ready Go！心心把快门试落，卡梅拉开始发光，印出几若张图。我知影，这是倒图，我来倒看卖。心心把几张地图倒复制，顶面出现阿公行过的路线。这是创意卡梅拉，原来伊会当翕出线索，而且是心心的专属装备。帕基鲁鲁安尼回，大家照心心翕出来的地图来到阿公上尾停留的所在，不过完全看不到伊的人影，这互山壁箍起来，无路通行。大家搁较烦恼店长阿公的安危啊！既然头前拢无路，
这个时阵头壳就要动活一下。哈，有啊！心心向向一个灵感，卡梅拉提起来，翕位天顶，果然翕到画面，迄是飞伫空中的红火龙，甲镇长阿公夹走啊！哇，是红火龙！害呀害呀！大家紧向红火龙飞的方向冲过去。真无简单，赶到山的另外一边，煞看到镇长阿公伫树仔骹啉茶休困，红火龙懒死趴在边啊。刚才阿公无好食着。叔叔总算甲烦恼放落来。我才袂食人咧。红火龙摇头反驳，镇长阿公真歹势，讲。哎呀，是我找无路，水又搁早无够，嫌啊喙焦是伊甲我救的啦。红火龙讲：我只是困袂去，出来踅踅咧，拄好看到伊倒伫路边，就顺续甲救啊。乐乐讲：安尼顶来欠水，甲你敢有关系？顶来欠水，什么意思？啊！我知影啊，大概是因为详细甲问，原来红火龙困无好，冰来冰去，无细字甲树仔踢倒去，甲溪水踢掉咧。这才是溪水打起的原因。心心安尼回，呵呵，赞啦！只要刷开迄张甲溪水踢掉的树啊，就解决啦。哦，布嘟嘟，你讲甲这简单。迄丛树啊，遐大丛，是要安怎甲刷开？用机器的超级工具手骨啊！对呢！琪琪赶紧用超级工具手骨甲树仔夹起来。夹起来呀！赞啊！山顶的水总算搁一摆流到顶来啊！哈基噜噜，呼噜噜，乐乐小乌丢，Ready。